后来拢讲防疫顺时钟，那呢调起健保费是毋是嘛爱顺时钟咧？上新的财务估计，健保安全准备金到后年就会见底。卫福部长陈时中来提出要调起健保费，台南市长黄伟提是反对，提醒陈时中考完着防疫的期中考限暑假，唔通变做毕业典礼。陈时中回应讲，随时拢咧准备毕业。若卫生署的前署长杨志良是肯定陈时中，讲即摆提出要调起健保费的时间是对的，但是困难度是比10年前搁较悬。卫福部长陈时中暂时甲防疫这挑战接不好啊，后一步要处理健保费率可能会起。台南市长黄伟哲伊表示，陈时中防疫期中考已经考了啊，做了就放暑假，但是放暑假唔通变成是毕业典礼。陈时中表示，政务官随时都在准备毕业了哈，那不见得一定要有典礼了哈。健保署统计，目前健保安全储备金差不多是1000多亿。如果若无调整，明年可能过半外月保险支出，到后年就全部用了了。就是惊讲健保会破产，应该爱调，但是民众嘛惊讲会了钱。不调的话就破产啦，那就没得大家都没得看啦。最好是不要调，因为大家都没有钱啊。调整健保费率对以前的卫生署长、卫福部长来讲，拢是头毛来烧。杨志良伊嘛做过卫生署长，伊就讲陈时中做了真好，伊嘛认为即马起照人口结果来看，真难。今天大家缴的健保费是给这个老人在用的。可是未来的年轻人是越来越少的。台湾是最不结婚、最不生孩子的国家。搁再讲，即马是疫情期间，各行各业拢无讲介好，嘛无景气，健保费要调，会当讲是牵一发动全身，要调偌济，安怎调，拢考验着陈时中的智慧。